家好，我是补习班，你两啥好好讲，做唔得研究。好啦，爱弟，拜拜，再来了。雅琪，做嘛嘅？雅琪，唔做嘛敢爱将强势嘅养本来啊？唔系中意强势嘅，唔过唔咩迄啊？我梦想要本飞山男做人，唔咩啲飞山嘅朋友暗道，朋友啊，要好好来珍惜。那係冇珍惜嘅話，點樣會感到動心腦啊？歹勢，因為我講飛山我唔記得我，故所我想去上家嘅注意。愛弟，飛山係客家送情愛，朋友就像寶物同樣，要好好嚟通下。人嘅想法真係當好呢，歹勢原來係我誤會唔咧。朋友唔係就應該要互相包容體諒對方。你看啲朋友吊講講誒，你跳下來去教好嘛？好啊好啊，來去。雅琪，你這個很棒誒，都用過，係就唔點樣嚟處理啊？哦，今日來聽書啦。好啊。很高咧，沒有咧。好嘅，好。啊，很高咧，好幹嘛？雅琪，你做人原諒我冇？唔怕，我原諒你。朋友應該要互相相信對方。雅琪，一扎本我，感謝你用本來。唔是啦，我拿紅色嘅就好啊。其實，我講我中意強勢係騙人嘅，歹勢交朋友應該要有誠意。冇想過，幾愛紅色咩本啊？好啊。雅琪，上來了，上來了。哇，挺好嘞！刚下硬很啲緊張，唔過好得啦，也怡婷老雅琪，親密喺呢邊做好朋友。也雅琪其實咪係懂曉得嘅人咯，咪知曉怡婷啊，可能係因為飛山來尋佢嘅次數變較少啲嘅咧，會知道懂甘苦。唔過佢咪懂有包容性，會知道冇啦，其實大家還係對好朋友做冇啊。雖然條件佢口氣冇乜嘅好，但是面對問題，佢沒有好好呢表達佢自家嘅心情，故所呢表達自家心情係同重要，珍惜好朋友咪係同重要嘅哦。今日呢，我教大家就係珍惜、通下、嘅男士英強，你會講下。就一扎試聽聽咯，當然也通下，無論係通下愛好朋友，通下陌生人，通下同事，當然都係同重要嘅事情了。佢接下來我教大家一句嘢，你講到呀朋友啊，就像呀寶物一樣，朋友就像是寶物一樣，要好好來珍惜。朋友就像係寶物咁樣。愛好好來通下，朋友就像係寶物咁樣，愛好好來通下。有通下愛好朋友冇啊？像愛算係同通下愛好朋友啦。接下來呢，我教大家講到呀朋友之間，因為兩三人本來就冇咁樣啊，故所呢呀包容很重要哦。包容客家話用版講呢，就係包容。要好好包容愛好朋友麼？接下來咪愛教大家就係體諒。比方講，當到朋友有啥事啊，一下也冇生意，做唔錯事情呢，你就會好會包容和體諒哦。所以呢，接下來你就會學習雅琪耶。朋友不是就要互相包容體諒嗎？
朋友唔係就愛互相包容體諒，朋友唔係就愛互相包容體諒。冇唔錯，你平常時有包容有體諒你嘅朋友冇啊？即係講呢，你讓你嘅朋友啊，讓佢欠嘅時間，就愛求佢原諒你咯。那原諒的客家話用辦講呢？原諒，原諒。當然呢，沒有男性強哦，就係讓諒。原諒，冇唔錯，也都係原諒嘅意思。即係講啊，你讓人朋友欠嘅時間，你就會求佢原諒。你就得講，你可以原諒我嗎？就得原諒我麼？就得原諒我麼？你可以原諒我嗎？希望大家啊，我小時地用下記嘅哦。接下來呢，係講啊，你係當有包容心，當會體諒別人，你就得講，沒關係，我原諒你，唔怕，我原諒唔怕，我原諒沒關係，我原諒你，唔怕，我原諒大家有呀包容心，有呀體諒心嘅時間呢，又係好朋友了哦。咁當然，朋友之間呢，最重要嘅就係呀相信、信任感。嘅你來學一下相信，相信，相信就是相信的意思。佢當然呢，沒有幾個愛教大家哦。朋友應該要互相相信對方。用白講呢，朋友應該愛互相相信對方。朋友應該愛互相相信對方。冇錯，朋友啦朋友呀，信任感係當重要嘅。有呀相信以後呢，其實呢兩三人嘅感情將會更來更好哦。佢當然講到呀朋友呢，我用辦老朋友做朋友，做好朋友，你聽錯，我拿出人嘅誠意出來，故說就來學呀誠意嘅客家話，用辦講呢，誠意，誠意。交朋友應該要有誠意，交朋友應該要有誠意，交朋友應該要有誠意。冇唔錯，唔知大家都係用辦嚟交朋友呢？或是咧按到嘅詞彙，大家都有記得冇啊？交朋友係當重要嘅一件事情，佢看出嚟根本嘅人呀。非常定一下嘅小短句，就底下講，也維持一段關係啊。其實冇應該愛互相來體諒、包容、尊重，爭做得咯。嘅前面呢，你就帶大家向下來複習根本嘅好多嘅客家話咯。多練習幾擺呢？多練習幾擺，下一擺，你就向下用一條客家話來交朋友咯。